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小品心語。人一受傷，就好易起圍牆，而如果喺信任入面俾人呃過，仲難重新相信人性。真正嘅成長通常都唔係靠避開痛苦，而係夠膽觀察傷口，喺度揾到力量。俾人出賣2次之後，佢冇選擇收埋自己，反而踏上咗一條理解情緒、接受脆弱嘅心靈之旅。唔係因為佢唔痛，而係因為佢明白，只有捱過痛，先至到得到穩定嘅地方。呢一章唔講傷，講覺醒；唔講痛，講啟發。喺人性嘅光暗之間，佢學識咗真正嘅穩定係乜，同點樣用脆弱變堅強。佢試過俾至親出賣，亦試過喺陌生人手上再俾人呃。情緒上上落落，搞到佢曾經懷疑自己嘅價值同判斷力。不過佢冇選擇逃避，反而試下將痛苦變成睇通世事嘅能力。呢種諗法嘅轉變，帶佢踏上咗覺醒嘅旅程。佢明白穩定唔係永遠唔會動搖，而係就算動搖，都識得自己修復返。佢學識俾情緒流動，但唔會被佢吞噬，容許自己脆弱，但唔會因為咁就崩潰。佢開始有意識咁記低感受，認出觸發點，練習同自己對話。每次反思都好似織線修補心靈裂縫，將散咗嘅內心重新縫返埋。清醒咗之後，佢唔單止改變咗點睇情緒，仲喺生活入面實踐心理韌力。佢開始劃清界線，唔再隨便信人，學識分真誠同操控，唔再俾表面呃到。佢把聲唔再震，對眼唔再閃縮，就算對住複雜人際關係或者動盪職場，佢都可以淡定應付，唔急住俾反應，而係先睇清楚自己嘅感受，再作出回應。佢變得強大，唔係因為佢變得冷酷，而係因為佢開始識得點樣溫柔咁守住自己。佢嘅穩定唔係唔理情緒，而係明白情緒嘅根源，仲識得運用佢嘅力量。佢開始接受訪問，喺社交平台分享情緒教育心得，唔再淨係話我俾人呃過，而係話我學識點樣唔再俾人呃。有場演講喺黃昏時分，喺一間社區文化中心嘅天台講堂舉行。個場唔算豪華，但係夠晒靜。陽光灑落喺聽眾膊頭上，有種近乎儀式嘅平靜感覺。佢企喺台前，着住件淡紫色長裙，冇刻意化妝，但對眼好堅定，把聲好清脆。佢開場冇講自己嘅成就，反而講咗段痛苦嘅過去。阿媽點樣背住佢呃晒啲儲蓄，佢點樣喺痛苦中學識平靜。再講返信任阿朗俾人利用嘅故仔，語氣平和，冇加插指責，就咁慢慢咁講出嚟。當佢講到我以為穩定係唔喊，但原來真正嘅穩定係我可以喊完之後依然知道自己喺邊度。台下聽眾紛紛點頭拍手，現場有位中年女聽眾靜靜雞喊，幾十年嚟一直收埋對屋企嘅委屈，聽到呢句話終於釋放咗情感。講完之後，佢主動行去台前，揸住演講者隻手細細聲話：你救咗我，因為你令我知道我唔使再忍落去。除咗呢位，有個後生仔聽完演講都有分享，佢話自己多年嚟喺職場慣咗收埋情緒，唔敢講句同不滿，就係為咗保持所謂嘅成熟形象。佢聽到演講者講穩定唔係講，而係你講完之後仲頂得順，突然明白情緒唔應該係羞恥，而係溝通嘅橋樑。由嗰陣起，佢開始同老細坦白講工作壓力，關係好咗，亦揾返自己。佢嘅演講唔單止係講自己嘅苦難經歷，而係將嗰段情緒上上落落嘅日子升華成一段關於自己同他人、內心同外界、穩定同動盪之間對話嘅引導。佢明白啟發唔單止係令人感動，而係要喺感動之後激發反思，喺反思之後引發行動。
佢講到情緒唔係問題嘅製造者，而係問題浮現嘅信號。喺社會成日話要理性同效率嘅框架下，情緒成日俾人當係多餘同阻住晒。但佢指出，真正令人亂晒龍嘅唔係情緒本身，而係冇人肯聽、冇位可以放、冇能力理解嘅情緒。佢用親身經歷做證明，只有當佢學識用言語表達情緒，先至唔會再俾恐懼同否定吞噬。佢再強調，穩定唔係一種靜止，而係一種調節，係學識喺動盪中重新建立秩序，喺波濤中揾返方向。佢喺演講入面問我哋有冇問過自己，情緒穩定嘅意義係咪只係為咗唔影響人，而唔係真正令自己舒服？呢個問題直接指中現代人情緒孤立嘅核心問題。現場唔少聽眾開始諗，喺每日忙到甩碌同人際應酬入面，係咪已經慣咗將真實感受收埋，淨係想避麻煩？而佢嘅演講好似喺每個人心裏面點着咗盞好耐冇開過嘅燈。佢話真正嘅穩定唔係自己人得到，而係可唔可以建立個空間，等大家一齊學識點樣穩定自己。佢嘅說話唔再只係分享，而係開始建立架構。佢嘅故事唔再只係記錄，而係成為人哋嘅參考。呢種由個人到群體，由感受到建立嘅轉變，正正係啟發嘅最高形式。成世人流流長，揾嚟揾去，可能都只係想被理解、被接納同埋被連結。而佢嘅出現，令人睇到情緒穩定唔只係個人修復，仲係建立群體療癒嘅根基。佢嘅強大唔係因為佢冇動搖過，而係因為佢選擇喺動搖企穩，仲叫埋身邊嘅人一齊行向穩定嘅路。嗰次演講冇用激昂嘅說話作結尾，而係用平靜而有力嘅總結作結。人最強大嘅唔係未跌過，而係痛過之後仲選擇信自己值得被愛。我唔再逃避情緒，因為我知道真正嘅穩定係識得點樣喺自己最動搖嘅時候重新捉實自己個心。場內即刻靜晒，跟住響起掌聲。嗰啲掌聲唔係讚賞演講技巧，而係對坦誠流露嘅尊重。嗰晚佢唔單止係分享者，仲成為一面啟發人心嘅鏡，照住喺座每一位聽眾嘅情緒樣貌。啟發嘅意義係要令人感受到，原來自己並唔孤單，痛苦亦唔係得自己有。佢用故仔令人明白，每次失平衡都係喺情緒入面揾平衡嘅必經階段，每次受傷都係喺經驗入面建立界線嘅機會。而佢嘅強大亦因為啟發而有唔同層次嘅展現。佢唔再只係處理自己嘅情緒波動，仲開始幫人理解情緒嘅價值。嗰場演講成為佢人生其中一個轉捩點。佢開咗個情緒對話嘅免費社交平台，邀請心理學家、藝術工作者、後生仔代表一齊探討情緒文化喺現代生活嘅實際位置。佢唔再停留喺自我療癒，而係進入群體關懷嘅境界，推動情緒教育，開辦心靈寫作班，鼓勵大家用文字整理內心。佢用親身經歷證明，穩定唔係天賦，而係一種練出嚟嘅力量。而啟發人哋，正正係佢堅定嘅選擇，亦係佢最柔韌嘅回應。由此可見，佢嘅成長唔係一朝一夕搞掂，而係經歷情緒同傷痕交織嘅長途跋涉。佢由脆弱之中揾到力量，由欺騙之中睇穿人性，由穩定之中重建自己。呢種強大係靜水深流，唔張揚但堅定，唔激烈但有力。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希望可以俾你啲啟示。記住點個讚同分享出去，等更多人一齊加入我哋。記住，你唔係一個人，你收埋咗超越逆境嘅力量，就等你重新喚醒佢。鍾意呢條影片就喺下面俾分啦，1至10，睇下你有幾鍾意。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一句，唔好忘記關注小品心語。多謝你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見。